失你慈，讓我頌讚你。你極偉大，萬有都歸你，主宰一切，你是王，尊貴主，我敬仰，屈膝你時，讓我頌讚你。神你極偉大，萬有都歸你，主宰一切，你是王，尊貴主，我敬仰，屈膝你時，讓我頌讚你。耶和華本為大，該受大讚美，其大無法測度。凡有氣息嘅，都係要讚美耶和華。你哋要讚美耶和華。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我要用詩歌來讚美他。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我要天天讚美他。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他配受極大讚美。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我要盡力來讚美他。我哋嘅主係配得我哋最大嘅讚美，我哋一齊站立。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我要用詩歌來讚美他。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我要天天讚美他。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他配受極大讚美。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我要盡力來讚美他。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我要用詩歌來讚美他。我要盡心盡性來敬拜我主，我要天天讚美他。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他配受極大讚美。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我要盡力來讚美他。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他配受極大讚美。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我要盡力來讚美他。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他配受極大讚美。因我的神是偉大的神，我要盡力來讚美他。我們的主，我們的神，你是配得榮耀尊貴權柄的，因為你創造了萬物，並且萬物是因你的旨意被創造而有的。我哋一齊繼續用詩歌，將榮耀頌讚都係歸於俾我哋嘅天父上帝。主天
說上，神榮耀璀璨，造物奇妙，讓蒼生驚嘆，伸手賜下，無窮盡恩惠，統管四方，權能越過天際。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媲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諸天書上，神榮耀璀璨，造物奇妙，讓蒼生驚嘆，伸手賜下，無窮盡恩惠，統管四方，權能越過天際。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媲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你話語創建一切，看萬有無從推諉，盡你立下，大海呼應，頌唱哈利路亞。你話語創建一切，看萬有無從推諉，盡你立下，大海呼應，頌唱哈利路亞。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媲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神我的主，榮耀寶座前，列國俯伏敬拜至高的你。神我的主，誰又可媲美？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頌讚公義聖潔權柄，都歸於你。哈利路亞，讚美住我哋請坐。但
感謝上帝賜俾我哋有詩歌，我哋可以一齊去到頌讚，去到謳歌，去敬拜佢。我哋跟住落嚟係有一齊去禱告嘅時間。我哋低頭同心去禱告。聖哉，聖哉，聖哉！主，你係昔在、今在、永在嘅全能者。我哋嘅主，我哋嘅神，你配得一切榮耀、尊貴、權柄，因為你創造咗萬物，萬物因你嘅旨意被創造而存在。全係你嘅恩典，我哋今天可以喺你嘅殿中一同敬拜。我哋原係不配嘅罪人，因為你嘅愛賜下耶穌基督擔當咗我哋嘅罪，被釘十架，為世人嘅罪受死、復活升天，以致我哋可以同你重新建立和好嘅關係，因着信白白承受你所應許嘅永生。求聖靈時刻督責教導我哋持守過聖潔生活，有敬畏你嘅心，亦懂得愛神同埋遵你嘅教訓，回應你嘅愛，竭力作主門徒，喺侍奉同生活一切事上作神忠心嘅管家，榮耀主名。感謝你賜俾北雪教會一群忠心嘅教牧、執事、事工領袖同埋組長，求你賜智慧同埋合一嘅心，使佢哋牧養同埋帶領北雪肢體喺世上行天國路，熱心學習，努力實踐主嘅教訓，為教會今年設立嘅主題家建基基督去到祈禱，求上帝興起弟兄姊妹禱告嘅心，每日讀你嘅話語靈修，懂得時刻透過禱告默想同你保持親密嘅關係，亦懂得用基督嘅愛鄰舍，關心身邊嘅弟兄姊妹，連結成主裏嘅一家。為教會現在正在舉行嘅 Alpha Course 去到祈禱，感謝你興起一班熱心愛主同埋傳福音有負擔嘅弟兄姊妹，積極發揮恩賜，熱心喺唔同嘅崗位上邊互相效力，亦求聖靈帶領一班慕道嘅朋友認識你，願意接受主耶穌基督作為佢哋生命嘅救主。亦為世界各地正在發生嘅戰亂祈禱，特別求父神盡快止息中東正在加劇嘅戰爭，保護受影響喺當地嘅平民，以及喺戰亂地區等候飛機航班回國同家人團聚嘅朋友。求父神悅納我哋嘅敬拜，呢一切係你當得嘅榮耀，亦求主透過梁牧師嘅口宣講你嘅話，使我哋用謙卑嘅心接受主嘅教訓。以上嘅禱告係奉救主耶穌基督寶貴名字而求，阿門。感恩今日有梁錦雄牧師喺我哋當中證道。今日嘅講道係梁牧師以齊家為主題嘅講道系列中嘅第一講。講題係正心全心愛主愛人。相關經文有3段。第一段係提摩太前書3章14到15節，我將會係用和合本修訂版去讀出。提摩太前書3章14節，我希望盡快到你那裏去，所以先把這些事寫給你。倘若我延誤了，你也可以知道，在神的家中該怎樣做。這家就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
第二段經文係喺馬太福音22章34去到40節，係大家好熟悉嘅經文，最大的誡命。馬太福音22章34節，法利賽人聽見耶穌堵住了撒都該人的口，他們就聚集在一起，其中有一個是律法師，要試探耶穌，就問他：老師，律法上的誡命哪一條是最大的呢？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嘅神，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條誡命。第二條也如此，就是愛鄰如己。這兩條誡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書的總綱。第三段經文係約翰福音13章34至到35節。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令，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你們若彼此相愛，眾人因此就認出你們是我的門徒了。將時間交俾梁牧師。喺主耶穌基督面問候各位弟兄姊妹，以至我哋嘅朋友平安以及喜樂。好快亦都進入到3月啊！其實今日係好特別啊，3月8日嚟嘅啊，所以咧有啲婦女們應該知道，今日係國際婦女節啊，以至到我哋今天能夠人人平等啊，都係喺當中裏邊。婦女節可能都帶着好多嘅影響喺期間。好，我哋進入今日講道裏邊。今日個題目可以話不單止好長亦都用有啲要講到1、2，其實去到4嘅啫1、2、3、4特別講到齊家，先我哋講到正心，重點放喺個括號嘅幾個字，正心，我哋要全心愛主愛神。頭先讀到提摩太前書第3章14到第15節呢個係我好想成為咗，如果我仍喺度嘅時候，好強烈要求咧，呢兩節經文應該成為我哋不單止主題，我哋教會嘅主題經文咧都應該可以嘅。教會係神嘅家應該由今年開始或者往後，因為去年裏邊我都還在教牧團隊裏邊，所以比較知多少少。或者往後嗰1、2年裏邊，北區、雪梨環基督教會都以家建基基督成為我哋教會嘅主題。咁因此咧，我喺呢個裏邊咧，我接到要講道嘅時候，我就想下聖經嘅基礎喺邊度咧？我唔知，即係呢個係我想出嚟嘅我哋應該有嘅一個嘅聖經基礎。提摩太前書3章14、15節，我希望盡快到你那裡去，所以先把這些事寫給你。倘若我延誤了，你可以知道在神嘅家中該怎樣行。這家是永生神的教會，這家是永生神的教會，真理的柱石和根基。提摩太前書係保羅所寫嘅，有人叫啲叫教牧書信，係保羅特別寫俾當時裏邊可以話佢屬靈嘅兒子，一位年青嘅，今日應該叫做傳道人提摩太寫俾佢嘅。保羅得知道以弗所教會，以弗所教會應該係保羅第3次出外旅行佈道嘅時候，大概係主耶穌降生之後53到56年嘅時候，佢係建立嘅。今日呢個教會喺今日嚟講，應該土耳其嘅境裏邊土耳其呢幾天都喺新聞報道裏邊都會特別提到呢個地方。以弗所教會喺今日嘅土耳其嘅境裏邊
保羅咧知道呢個教會成立咗冇幾耐，我諗幾年到啦。知道呢個教會裏邊嗰啲嘅信徒被別的教義所影響，因此咧佢特別勸保提摩太，喂，你要留喺以弗所啊！你睇下提摩太前書1章3節有呢啲説話㗎。我往馬其頓嘅時候，曾勸你留在以弗所，好囑咐某些人不可傳別的教義，要留喺嗰度幫助佢哋，教導佢哋。你從提摩太前書第3章14節就知道，保羅好想念以弗所教會，不過佢知道自己短期內冇辦法可以去，因此佢寫信俾提摩太，一方面鼓勵佢，好希望佢留低，甚至到藉住呢封信教導提摩太點樣去牧養教會。所以你睇到提摩太前書第3章開始嘅時候，佢一路講咩㗎？嗰度講到監督嘅資格，話俾呢個提摩太知道嗱，呢啲情況先可以做監督嘅，或者講到執事嘅資格，提摩太前書3章有講㗎。講完晒呢啲啦，提摩太前書3章14節，跟住佢就講到佢話教會係咩啊？這家就是永生神嘅教會。你作為永生神嘅教會嘅話，後邊嗰個都仲要係真理嘅柱石和根基。所以我哋今日定咗話建基基督就對啦，因為耶穌曾經講過，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約翰福音第14章6節裏邊，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藉着我，沒有人能到父家裏去。呢個係我最高境界，我哋要去嘅地方。基督係神，今日我哋教會係基督嘅身體，基督就係教會嘅頭，所以你建基基督裏邊嗰個基礎嚟咯。而基督就係真理，而我哋教會就應該做真理嘅柱石同埋根基。明白個道理啦嘛？今日我哋講題，頭先都講過我哋話我哋要齊家，要正心。其實今日嘅題目係由中國嗰啲古書四書裏邊其中大學嗰度聯想出嚟嘅。喺我今次預備嘅時候，接到我要講道嘅時候，要知道我要講到家嘅時候，我不其然好快就想到，咦，我也曾讀過呢啲嘢嘅喎。睇下可唔可以啱使咧？聯想下，中國嘅四書係講到《大學》《中庸》《論語》同埋《孟子》，係4個可以話中國儒家思想裏邊嘅經典嚟嘅。亦都可以話，你要研究儒家思想嘅話，呢4本書咧，可能都係入門嘅基礎。嗱，呢4卷書咧，其實又喺南宋嘅時候，宋朝大概係主耶穌降生之後今日講公元咧，就叫做1100年到1271年咁上下啦。南宋呢個朱熹咧，就喺呢個五經嘅禮記裏邊。五經我都寫咗俾你睇到啦，係《詩經》《尚書》《禮記》《周易》同埋《春秋》，係從《禮記》嗰度抽咗出嚟嘅4書，成為咗4書。嗱，呢4書好重要，係點解咧？因為往後元、明、清呢3個朝代，佢哋要選呢個科，我哋話呢個科舉考試啊，等於今日我哋咩中學會考之類啦，仲可能仲高級啲添。考狀元嘅時候指定嘅書目嚟嘅。你要做狀元，你要做官嘅話，你要考試考呢啲書。所以可以話4書係對中國嘅文化思想產生咗一個好深遠嘅影響嘅，亦都有好多可以話都幾長呢度睇到寥寥應該超過20萬個文字嘅。大學一開始呢本書講，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於至善。哇！你讀緊啲古文唔識解，後邊有個解釋。
大學之道唔係講雪梨大學嗰啲道理喎。原來呢個大學就講到我哋大人啊，我哋係咪大人啊？18歲以上都大人啦，大人所應要學嘅道，咩道啊？聖經係道，但係佢嗰個道係咩道咧？就係話品德教育嘅學問。呢個學問好使到我哋曉得點去持家，管理你嘅屋企，好治理你嘅國家，安邦我哋叫做呢個持家治國，到最後平天下嘅一啲嘅學問。大學之道就係呢啲道啦。再明德，咩叫明德啊？唔識解咗咁多重複字。第一個明就要顯出嚟。如果你顯唔出嚟嘅時候，點會明啊？意思即係話要行出嚟。後邊明德就係話光明嘅品德，以及你嘅人格素質。如果你一開口你講粗口嘅話，你都冇明德，係咪？呢個係你嘅素質嚟嘅。你唔好話俾佢知道一定要講粗口，冇咁嘅事。再明德，再親民，其實個親就係新嘅意思，即係話根生並且愛顧所遇到、所接觸到嘅人，明啦嗬？原來要親民，再止於至善。我度寫錯咗個字，應該止啊，唔係止啊，再止，停止喺至善，即係咩意思啊？最好嘅境界，要求達到最完美嘅境界，呢個就係儒家思想俾我哋嘅。其實聖經裏邊啲說話，我諗要求你到好類似，都更高一啲。耶穌嘅教導喺呢個登山寶訓裏邊，佢講到喺馬太福音第5章48節，你們要完全，如同你們嘅天父是完全的。意思唔係淨係止於至善，如果我哋至善有一個標準，你們要完全，如同邊個話？天父是完全的。嗱，呢個就係我哋點啊？我哋嗰個目標啊，向住標杆直跑裏邊，我哋知道個標杆喺邊度。點樣做到大學之道？點樣做到聖經裏邊俾我哋睇到嗰個道？聖經耶穌所講嘅説話裏邊嗰個真義。跟住大學繼續講咩説話咧？嗱，讀幾句俾你聽夠啦。佢話：古之欲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欲，即係想啊！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成其義。即係話先做邊樣嘢㗎？先要成其義。今日我都唔從嗰度開始，因為呢個咧應該容易明白。要成其義。若果古人話，佢話認為啊，你要行出光明嘅品德，你應該有嘅人格素質嗰種學問咧，你要先係點啊？成其義，好好地讀書先啊！先成其，然後正心，跟住你修身，就慢慢會見到齊家噶啦。慢慢會見到咩咧？個國家治理得好嘅。慢慢你會見到會平天下啦。你彷彿望到呢個世界時候，儒家思想啱聽喎，係嘛？已經睇到今日呢個世界嗰個發展嘅時候，有冇先睇下我哋今日有冇誠意咧？你坐喺度即係聽下，抑或咦唔係喎？我真係好想去學下，有冇呢個誠實嘅意念？誠實嘅意念由心發出嚟，表明我嘅心思端正。嗱，呢啲亦都係聖經嘅説話。聖經裏邊成日都提醒我哋要保守我哋嘅心，勝過保守一切。其實叫你有一個端正嘅心思，因為一生嘅果效由你嘅邊度出嚟㗎？由你嘅心發出嚟嘅。所以由今年
既然我知道今年喺教會係或者係往後2-3年裏邊都以家建基基督成為咗我哋嗰個嘅主題嘅時候，就我哋又讓我想到咩咧？你要建基基督嘅家，先要咩咧？先要齊，先要齊。嗱，呢個齊唔係淨係話家庭整整齊齊啊，每一個識得翻嚟食飯，或者執得好靚都好，唔凌亂。我哋好好地管理我哋嘅家，使到你家庭成員講到教會嘅時候，我哋各個弟兄姊妹，我哋親愛和睦，同心合意，為咗我哋嘅教會嘅頭家主，我哋為佢作工，不分彼此，並且佢留落來嘅吩咐，叫我哋傳揚佢嘅喎，並且話俾佢知道，我必快來嘅喎。我哋有冇向呢啲佢講嘅説話裏邊，我哋聽到嘅時候，我哋願意好好嘅去領會，不單止渴望着咧啊！因為只有喺我嘅心目中，幾時先至可以真真正正見到嗰個叫做家齊啊？唯有等到主耶穌翻嚟，所以寫住願主來，就齊咩咧？齊天家。不過我哋仍然可以喺我哋教會裏邊行出我哋嗰個齊家出嚟。所以往後3次裏邊，我係會咁樣帶出嘅，從正心修身，然後就點啊？治國，然後就要平天下。進入我今日我要講嘅齊家嘅正心。點樣嘅全心愛主愛人，欲正其心者，先成其義，就係要我哋有端正嗰個嘅，我哋有誠實嘅意念啊，以致我哋發出一個端正嘅心思，全心愛主愛神。頭先主席都讀過馬太福音第22章。30到40節嗰度講到，法利賽人見到耶穌堵住咗撒都該人嘅口，佢哋就聚集咗一起。其中有一個人係一個律法師，即係特別強調律法師，即係佢明白法律啦。佢要試探耶穌，就問他：老師，律法上嘅誡命哪一條是最大的？耶穌對他說：你要盡心盡性盡意愛主你嘅神，這是最大的，且是第一條誡命。第二條也如此，就是要愛鄰如己。這2條誡命是一切律法和先知書嘅總綱。跟住我問你一個問題：點樣盡心盡性盡力愛主愛神呢？嗰度耶穌話呢條係第一條誡命嚟嘅喎，呢個盡。即係咩意思咧？啊，即係話拼晒命出去，因為點樣咧？當你完全未掌握到嘅時候，睇下英文聖經。英文聖經係點寫㗎？ Love the Lord your God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heart, with all your soul, with all your mind。咦，又好似領略多啲咁多。其實環球聖經公會譯本係咁樣譯嘅，全心、全智、即係全部你嘅智慧啦，可以講嗰個嘅 mind， 然後就全意愛我哋嘅神，都唔係好明白到。聽我講呢個真實嘅故事，唔係好耐嘅啫。大概都係100年前多啲。佢係有一個美國人叫做 William Writing Borden， 中文名咧人哋叫做博德恩。佢出生喺1887年，喺1913年佢離開世界，佢只得25歲嘅啫。佢出生喺美國嘅芝加哥。其實佢係一個好有錢嘅人，可以話含住金鎖匙出世，係一個大亨嘅仔。家境非常富有，富到咩地步咧？佢17歲中學畢業，成績非常好。佢爸爸媽媽俾一份禮物佢，獎勵佢。咩禮物啊？你估下？佢話送俾佢，我諗而家好多人都嚮往緊啊，或者坐遊輪。
不單止坐遊輪，仲話俾你知道你坐遊輪環遊世界坐1年，你好好地享受下你嘅人生啦，獎勵俾佢。呢1年裏邊呢個嘅博德恩，佢坐喺個遊輪裏邊，環遊世界。喺個旅程裏邊，原來呢個遊輪裏邊有宣教士，佢認識到一個宣教士，經常同佢傾偈。1年嘅時間都真係有啲幫助，做咗朋友，慢慢呢個博德恩信咗耶穌，信咗耶穌之後，不單止如此，當佢差唔多環遊世界到尾聲嘅時候，呢啲係真實嘅記載嚟㗎，話俾你知。佢竟然神感動佢。好像學傳福音俾佢聽嗰個人一樣，你去做宣教士。佢就喺嗰刻裏邊，佢立志回應神嘅呼召。佢話：我要準備裝備我自己，我都要做一個宣教士，去話俾人知道相信耶穌。旅行結束啦，呢個宣教士其實送咗本聖經俾佢。當年裏邊佢18歲。因為1年啊嘛，佢喺聖經裏邊寫咗2個字，英文字 No reserves， 意思即係話毫不保留，願意為主耶穌擺上。翻到美國，佢入讀好出名嘅美國嘅耶魯大學。喺讀書期間裏邊，佢為咗愛佢嘅神，佢好多時候裏邊，佢花好多時間服務社會，幫助一啲唔少啲貧窮嘅人，甚至將一啲流浪街頭啲醉酒嘅人都帶翻去自己屋企裏邊嚟到傳福音俾佢哋知道。佢啲同學其實就好欣賞佢做，呢個咁有錢嘅人，點解會咁樣做事嘅咧？好，即係為見到佢都已經係好感動，佢又時時都奉獻好多金錢嚟到幫助嗰啲有需要幫助嘅人。佢耶魯大學畢業之後，其實佢讀書係好叻嘅，好多機構出好高嘅薪，要求佢嚟到去請佢去做工，佢拒絕。佢更加拒絕邊個咧？佢個爸爸媽媽好想去接班做嗰啲企業，帶領做呢個嘅嚟到繼續嗰個嘅生意，但係呢個嘅 William 都拒絕了。不單止拒絕了，佢仲喺個聖經裏邊又寫2個字 No retreats， 絕不退後，唔會俾你高薪嚟到影響我，唔會爸爸話要做佢嘅工影響我，我知道神點樣喺我生命裏邊要做事。接住佢入咗去普林斯頓嗰個神學院裏邊讀神學，因為佢已經大學畢業，佢一讀佢就讀到呢個神學碩士。好快佢畢業之後，佢喺1912年9月應該嘅時候裏邊，嗰個時候裏邊佢24歲嘅啫。佢按立做牧師，係非常年輕嘅一個牧師。佢做牧師做咗冇幾耐，佢覺得呢個都唔係神俾呼召我要做嘅嘢，啱都啱，我都係做神嘅工作，我要去做宣教士。慢慢佢認定咗，佢要去到咩咧？去到中國北邊，要同一啲回教徒嚟到傳福音。因此佢就加入咗內地會，今日我哋叫做海外基督使團，戴德生創立嘅。以至準備自己要去做宣教士。在準備做宣教士之前，佢又發覺有一樣嘢，我都要了解多啲回教人嗰啲嘢㗎。因此佢就有喺未去甘肅省嘅時候，去咗埃及嘅開羅裏邊嚟到了解一下回教人嗰啲生活嗰啲習慣各樣嘢，以至容易接觸佢哋。就係嗰3個月，應該3-2個月啫。佢喺度受訓期間，佢染上咗腦膜炎，結果佢就係咁樣死咗。佢只有25歲，但係在佢死之前，
佢本聖經裏面又寫多兩個字 ：no regrets。識英文嘅都會知道咩意思，絕不後悔。佢並且將佢應該係所有嘅啦，佢自己有嘅錢100萬美金，佢奉獻晒出去。佢話我要做呢個宣教嘅工作，我哋奉獻。嗱，你睇落嘅時候，喂，真啊假啊？英年早逝，佢出生有錢，工作前途好好，全部要將佢自殺啊！你叫做生命意義喺邊度啊？我想問下，若果你同意生命嘅質素唔係在乎喺地上嗰個生命嘅長短嘅時候，你諗呢3組字有意思啊 ？No reserves, no retreat, no regrets。呢個例子可唔可以讓我哋多啲明白到咩叫全心、全智、全意愛你嘅神呢？呢個係環球聖經公會嘅譯法嚟嘅。All your heart, all your soul, and with all your mind。呢件事慢慢人知道啦，報章將佢登出嚟，冇人話佢傻嘅喎。原來更加幫助到好多好叻嘅人，佢哋話要步 William 嘅後塵，神又真係呼召佢哋，以致就係咁見到更多人以就係咁全心全意全力全性嘅去愛耶穌，做宣教士，去將耶穌嘅名傳開。正心愛，全心愛主愛神。第二，有啲經文帶動我哋想嘅，全心愛人，彼此相愛。約翰福音第13章34、35節嗰度話：我賜給你們一條新命，都係耶穌嘅説話，乃是叫你們彼此相愛。我怎樣愛你們，你們也要怎樣彼此相愛。你們有彼此相愛嘅。你們若有彼此相愛心，眾人就因此就認出你哋是我嘅門徒啦。嗱，我知道呢上幾個禮拜主日裏邊，我哋教會嘅崇拜講道裏邊咧，係講到《使徒行傳》第1到第4章㗎，係嘛？講到一個群體，唔係4個群體。呢個群體裏邊，佢哋點樣蒙應許啊？點樣嘅一同成長？點樣見證耶穌基督嘅大能？並且互相扶持。如果你要我講嘅話，我仲要加多一個，佢哋係一個咩群體咧？佢哋係一個彼此相愛嘅群體。因為《使徒行傳》第4章32節話俾我哋知嘅，許多信徒都一心一意，可以話全心全意，沒有一人說他的任何東西是自己的，都是大家公用。呢句説話裏面冇講過彼此相愛，但係你同唔同意呢句説話裏面包含着彼此相愛呢？佢哋全部都點啊？都是大家公用，沒有一人說他啲東西係屬於係任何東西是自己的。如果你冇彼此相愛嘅心嘅話，你冇愛神嘅心嘅話，你係實踐唔到出嚟嘅。點樣大家公用啊？凡物公用啊？嗱，我話俾你知道，都感謝天父我哋到今日，神唔使我哋咁樣嚟到表達彼此相愛嘅，因為在神嘅賜福底下，特別我哋住喺澳洲，哇！我哋差不多各人都衣食無缺，需唔需要咁樣凡物公用啊？冇咁嘅需要，但係都需要我哋做咩事啊？聖經講咗要我哋愛鄰咩話？如己。等一陣講咗呢個彼此相愛先。但係我要你想下呢樣嘢，凡物公用見彼此相愛。喺現今嘅世界社會裏邊，我哋唔使凡物公用啦。咁我哋個愛係點樣嚟啊？加翻少少落去。但係我哋今日都彼此相愛嘅。我哋嘅彼此相愛有條件性咯。甚至到以前老一輩嘅阿爸阿媽你要同呢個男仔結婚，同嗰個女仔結婚啊，佢一定會問好多嘅條件，一定要竹門對咩話？
竹門、木門對木門咁啊，一定要對清楚啲條件性嘅嘢要交。如果唔係點樣彼此相愛啊？講到條件嘅，仲有講到你值得我愛就愛。不過聖經嘅説話要提高啲喎。我今朝喺早堂我都特別講呢樣嘢。我話咧，我幾年前咧，我嚟到 ND 教會牧會嘅時候，喺南邊啲教會好幾間裏邊咧，同我講笑，亦都幾認真嘅。佢話牧師，哎呀，你去咗精英中學裏邊教書啊？咁啊，原來佢哋睇我哋教會係精英中學喎，即係話你哋喺聖經嘅話語裏邊係熟啲嘅喎，叻啲嘅喎，好啲嘅喎，亦都實踐到出嚟嘅喎，唔係淨係愛值得愛你嘅人啊！聖經裏邊講一句㗎。佢係要愛嗰啲得罪我哋嘅人，我哋嘅彼此相愛可唔可以去到愛得罪我哋嘅人呢？耶穌講到約翰福音15章12到13節，佢話你哋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嗱，呢句説話緊要啦，像我愛你哋一樣，呢個嘅命令。人為朋友捨命，後邊嗰句話噶嘛，人為朋友捨命，沒有人嘅愛心冇咁大嘅。就嚟受難節啦，跟住復活節啦。咪去年我哋呢度好着重嗰個預苦期。你知唔知聽日啦？預苦期第幾天啦？聽日係第17天啦。今年嘅復活節係4月5號所以仲喺呢個預苦期裏邊，睇到耶穌要預定要受苦啦。耶穌釘十字架。當耶穌釘十字架嘅時候，第一句講咩説話？第一句父啊，赦免他們，因為他們所作的，他們不曉得。其實就講緊嗰班咩人啊？得罪耶穌嘅人啊嘛。赦免嗰啲得罪嗰啲人，耶穌就喺十字架就係咁樣實踐出嚟。所以耶穌就話：你哋要彼此相愛，像我愛你們一樣。我愛你哋就係咁樣愛啦。赦免佢哋，雖然佢哋得罪我。呢個我俾你哋嘅命令啊，各位，如果你承認你自己係精英中學嘅同學嘅話，這是我的命令。喺過去我牧會嘅時候咧，我有曾做過好幾次呢個叫塑造主生命門徒課程，有6個月嘅，每個禮拜一次。其中有一課喺品格篇裏邊講到愛，特別講到要愛得罪我哋嘅人，愛嗰啲我哋嘅仇敵。哇！原來呢課每一次係非常唔容易，真係見到每一個弟兄姊妹好多都喺度流淚，因為嗰度講明要去饒恕嗰啲得罪我哋嘅人，仲要話俾你知道，我哋得罪咗人嘅時候，你去揾嗰個人，以至要求佢嘅原諒。其實呢啲説話，耶穌喺登山寶訓裏邊講過噶嘛？你睇下馬太福音第5章44節，但是我告訴你們，你們要愛你們嘅仇敵，得罪過你噶，為那逼迫你們嘅禱告，這樣你們就可以作天父嘅兒女，因為他叫太陽照好人，也照壞人，降雨給義人，也給不義嘅人。你們若只愛那愛你們嘅人，有咩賞賜呢？就是稅吏也不是這樣做嗎？你們若只請你弟兄嘅安，有什麼比別人強呢？這是外邦人也不是這樣做嗎？所以你們要完全，如同你們嘅天父是完全的。頭先講到嗰啲目標，耶穌話我哋嗰個止於至善裏邊學耶穌嘅完全。哇！而家好具體話俾你知道點樣可以完全㗎？如果你曉得去饒恕得罪你嘅愛你嘅仇敵嘅話，呢個係一個完全嘅功課。我問一個問題：彼此相愛，甚至愛得罪我哋嘅人，饒恕得罪我哋嘅人，真係可以咁樣實踐？真係可以咁樣實踐？止於至善。舉一個例子俾我哋想下。2007年離開都唔係好耐啫，大概20年。喺美國維珍尼亞州維珍尼亞大學理工大學發生過應該係美國喺歷史上最嚴重嘅一次槍擊案。
2007年4月16號，一個嘅槍手，佢係韓裔嘅學生，叫做趙成熙。佢係高醫大學裏邊應該讀語文系，我估。佢帶住仇恨，竟然開槍打死咗32個人，最後自己吞槍自殺。即係換句話講，嗰日裏邊有33個人喪命。槍擊案發生之後，校園裏邊舉行追悼會，見到嘅係十分平靜，冇咩人出聲。校園裏邊個草坪裏邊放咗33塊石頭喺校園嘅草坪裏邊，係紀念死咗嘅人。咁你問啦，32個咪夠咯？32塊咪夠咯？33。不單止如此，即係話包括咗個兇手在內。不單止如此，喺空中亦都放咗33個嘅氣球。你亦都應該問，32咪夠咯？有人睇到第33塊石頭旁邊放咗一個字條，佢中文嘅翻譯係咁樣寫嘅：召。雖然你以為你自己被我哋嘅愛排除在你嘅生命之外，但在你死後，你並沒有被我哋排除在呢個悼念會裏邊。我們原諒你。原來呢個整個悼念會嘅畫面係俾一個啱啱從中國去嘅一個中國學者，佢係訪問學者，全部睇晒。當然都一段長嘅時間。哇！佢極之感動，亦都覺得好難明白。因此嗰晚裏邊佢打電話翻屋企，同佢屋企人講：以前咧就冇 WhatsApp 啊，打電話翻去。佢話俾佢家人知道，佢係有一種愛，我冇辦法明白，但係呢種愛竟然就係咁樣展現喺我嘅眼前，就係咁展現喺我嘅眼前。其實意思即係話，值得我哋中國人都應該學習啊！喺當時裏邊，耶穌話：愛你嘅仇敵。耶穌話：你哋要完全，如同你們嘅天父而完全的。讓我哋個人喺家中、喺教會，我哋一同學習建基基督。建基基督裏邊，不單止實踐基督嘅教導，實踐佢講過愛，如同佢愛我哋一樣。趙成熙嘅家人隨後亦都透過律師發出一封公開信，要對受害者要致最大嗰個歉意，講出嗰份嘅道歉。其實無疑，亦都話俾你知道，佢亦都係一個建基愛嘅行動。時間問題，我要講快少少。全心愛鄰如己。頭先經文裏邊話，第二條也如此，就是要愛鄰如己。呢兩條誡命，如果你識晒嘅話，佢話呢個係律法同先知嘅總綱嘅，考試就合格嘅。咁邊個係我鄰舍啊？馬太福音第22章，其實喺馬可同馬路加福音都有記載嘅。喺路加福音第10章裏邊，當耶穌講完要愛鄰如己之後咧，喺路加福音第10章29節裏邊咧，嗰個人咧就話，嗰個律法師就要證明自己有理，就對耶穌話：誰是我的鄰舍啊？誰是我的鄰舍咧？跟住耶穌講咗一個嘅比喻，大家都應該好熟噶啦，好撒瑪利亞人嗰個嘅比喻。聽過啦嗬？路加福音第10章30到37節，我好快咁讀。耶穌回答：有一個人從耶路撒冷下耶利哥去，落在強盜手中，他們剝去佢嘅衣裳，把他打個半死，丟下他走了。偶然之間有一個祭司從嗰條路嚟，睇見就從另一條路走咗啦。又有一個利未人來到嗰度，睇見之後就點啊？又照樣從另一邊過去了。可是呢個至重要，
因我特別帶出呢個可寫和合本，你譯做唯有，喺英文聖經譯做 but， 即係話將嗰個以往嗰啲嘢點啊？如果你識睇嘅時候，呢個轉接字即刻嚟一個點啊？峰回路轉。一個撒瑪利亞人路過那裡，看見他咁就動了慈心，上前用油和酒倒在佢嘅傷處，包裹好了，扶他騎上自己嘅牲畜，帶他到旅店裏去，照應他。第二日佢拿出2個銀幣，對個店主說：請你照應他，額外嘅費用我回來還俾你。耶穌問：你想諗下呢3個人邊一個落在強盜手中嗰個嘅鄰舍呢？呢個話我自己有你嗰個話，他說是憐憫他的。耶穌對他說：你去照樣做吧，明白吧？嗰個係最需要嘅人。不過耶穌講呢個比喻嘅時候，其實帶出啲諷刺性嘅。個諷刺性喺邊度咧？祭司行過走咗，利未人行過走咗，呢啲咩人嚟㗎？呢啲係神家裏的人，明白聖經嘅吩咐、教導嘅。反而呢個撒瑪利亞人係猶太人向來睇佢哋唔起嘅，蔑視佢哋，甚至講到佢哋雜種啊！佢哋應該睇猶太人係為仇敵㗎。但係比喻中竟然帶出咩話？可是，比喻裏邊講到唯有，比喻裏邊講到but。講到呢個撒瑪利亞人，佢唔會因為佢係好似係得罪過我嘅，係我嘅仇敵，以致唔幫佢，更加願意幫助佢，冇計較其他嘅嘢。今日正正值得我哋學習嘅。到最尾第4，讓我們齊家先正心。第一個功課。我哋全心愛主愛神，彼此相愛，愛我哋嘅鄰舍。祈禱，求天父上帝幫助我哋，讓我哋知道你第1條嘅誡命，第2條嘅誡命。當我哋教會講到要建基基督嘅時候，讓我哋呢個成為我哋嘅基礎。巴不得我哋真係曉得點學主耶穌你嘅完全。祈禱奉主耶穌嘅名。阿們。感謝神俾我哋咧，可以係成為喺主內嘅一家人嚇。我哋都係去唱首活出愛呢首詩歌嚇，我哋大家起立，我用國語嚟到係唱呢首詩歌。有一份愛從天而來，比山高，比海深，猜不透，摸不着，卻看得見。因為有你，因為有我，甘心給，用心愛，把心中這一份愛活出來。耶穌的愛激勵我，敞開我的生命，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耶穌的愛點燃我心中熊熊愛火，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有一份愛從天而來，比山高，比海深，猜不透，摸不着，卻看得見。因為有你，因為有我，甘心被，用心愛，把心中這一份愛活出來。
耶穌的愛激勵我，敞開我的生命，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耶穌的愛點燃我心中熊熊愛火，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耶穌的愛激勵我，敞開我的生命，讓自己成為別人祝福。耶穌的愛點燃我心中熊熊愛火，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我們一起向世界活出愛。大家清楚。我哋能夠奉獻係上帝俾我哋一份好大嘅恩典，亦都係我哋喺北雪家入邊我哋嘅一份嘅責任，同埋我哋嘅我哋去回應。我哋以下係希望用禱告去到感恩上帝俾我哋呢份奉獻嘅機會。慈悲天父，我哋感恩你俾我哋有生命氣息。我哋喺地上活着嘅時候，我哋能夠得到你嘅保守，亦都能夠有能力喺地上邊去到過活。我哋願意，我哋將我哋所從你而嚟所領受嘅，我哋去到用奉獻去到回應。求你去到教導我哋，帶領教會，我哋懂得將呢份嘅回應，呢份嘅奉獻用喺你嘅聖工上邊，以至到福音能夠廣傳，你嘅國度能夠喺地上邊可以繼續嘅去到擴展。以上嘅禱告祈求係奉主耶穌基督得勝名字而求，阿門。跟住係聖餐嘅時間，請林牧師。弟兄姊妹平安，我哋預備我哋嘅身心靈嚟到去領受主為我哋所預備嘅聖餐。聖餐係為每一位清楚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嘅救主，接受耶穌基督成為你生命嘅救主，亦都按耶穌基督嘅吩咐接受咗呢個水禮嘅每一位而設。所以如果你係已經接受耶穌基督成為生命嘅主、生命救主，亦都接受咗佢水禮嘅時候，呢個餅同呢個杯都係為你而設嘅。如果你未曾接受，咁將呢個餅喺個杯喺你面前，你第二個隔離就得啦。呢個餅唔係一個普通嘅餅，因為呢個係基督嘅身體。呢個杯唔係一個普通嘅杯，因為呢個杯係主耶穌基督用佢嘅血所立嘅一個新約。喺主耶穌同門徒喺埋一齊，預備一個嘅逾越節，或者我哋今日所講嘅耶穌基督同門徒最後一個嘅晚餐嘅時候，之前其實發生咗一啲嘅事。咁其中一個經文對我哋嚟講都係好寶貴，都係經常提醒我自己嘅。就喺約翰福音第13章第1節，逾越節以前，耶穌知道自己離開這個世界，回到父那裏去的時刻到了。耶穌基督知道，亦都知道佢要面對嘅係乜嘢。他既然愛世上屬於自己的人，就愛他們到底。愛他們到底，乜嘢叫做愛他們到底呢？梁牧師今日同我哋分享盡心盡性盡意盡力，全心全智全意，英文係 full extent。原來一個耶穌話愛他們到底，喺英文嚟講都有 full extent love。
完全嘅愛。耶穌基督唔單止係咁樣講，其實可以喺約翰福音13章繼續延伸落去嘅時候，我哋發覺耶穌基督係以行動嚟到去表達呢份愛到底。其中我哋熟悉嘅就係耶穌基督為門徒洗腳，一個尊貴榮耀嘅主，竟然用一個最低、冇人願意接受嘅身份，又同佢嘅學生嚟到洗腳。耶穌同門徒洗完腳之後，佢跟住同門徒咁樣講。耶穌洗完了門徒的腳，就穿回衣服，再坐下來，對他們說：我為你們做的，你們明白麼？我是主，是老師，尚且洗你們的腳，你們也當彼此洗腳。我做了你們的榜樣，是要你們也照着我所做的去做。原來主耶穌俾我哋有一個嘅模範，係一個謙卑倒空自己嘅模範。門徒記唔記得耶穌基督點樣將佢生命擺上？人會唔會好羨慕呢？其實當初期教會建立咗冇幾耐，可能10幾20年，其中哥林多教會就幾乎已經忘記咗耶穌基督愛到底呢個嘅教導，就出現好多嘅問題。所以使徒保羅特別喺哥林多寫信俾哥林多嘅教會，亦都寫咗其中一段我哋好熟悉嘅經文，就喺哥林多前書11章23至26節嗰度話：我當日傳給你們，原是從主領受的，就是主耶穌被賣的那一夜，拿起餅來，祝謝了，就擘開，說：這是我的身體，為你們捨的，你們應當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飯後也照樣拿起杯來，說：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約，你們每逢喝的時候，也要如此行，為的是紀念我。紀念我，紀念耶穌基督所做嘅事，紀念耶穌基督點樣愛我哋愛到底，紀念耶穌基督嘅應許，有一日佢必要再翻嚟。耶穌亦都應許話：當我哋願意按佢嘅心意而行，他就必與我們同在。讓我哋去領受一個杯同一個餅之前，讓我哋都有段時間嚟到安靜，求主嘅聖靈喺我哋內心嘅深處，你要引領我哋，對我哋嚟說話，可能係鼓勵嘅說話，但亦都可能係提醒嘅說話。鼓勵嘅說話，主說：你是我忠心的僕人，我知道。提醒嘅說話，主耶穌會唔會話：你有冇忘記咗我吩咐你所做嘅事？有冇忘記咗耶穌基督嗰份嘅愛？讓我哋有時間嚟到安靜。
讓我哋一齊嚟到去祈禱。我哋嘅主，我哋多謝你。人算什麼？你竟如斯的愛我們，你愛我哋每一個愛到底，甚至將你嘅生命嚟到捨棄，接受人嗰個凌辱、唾罵，甚至被釘喺最殘酷嘅十字架上邊。主啊，本來呢啲都應該係我哋去承載，但我哋冇能力，你就係咁樣愛我哋。再多謝你，你冇忘記我哋每一個，正如你昔日冇忘記每一位跟隨你嘅門徒。你為門徒為我哋預備過嘅聖餐餅係你嘅身體，你為我哋擘開；杯係用你嘅寶血所立嘅新約。再當我哋領受呢個餅、呢個杯嘅時候，讓我哋深知道記得你，認識你更深，愛你更多，愛你更深。再多謝你聽我哋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名，阿門。我哋一齊以一個感恩嘅心去領受基督嘅身體。我一齊領受。
我哋同樣以一個感恩嘅心去領受基督耶穌用佢嘅血所立嘅新約。我一齊祈禱。我哋主耶穌，我哋再次嚟到獻上感恩，因為你愛我哋到底，唔單止讓我哋領受你嘅愛，喺群體之中能夠學效耶穌基督，活出嗰份嘅愛。同樣，你嘅心意係讓我哋將你呢份嘅恩典帶出去，帶到俾我哋嘅家人、親友，甚至係我哋嘅仇敵。其實我哋過去都係你嘅仇敵，但係你就係咁樣嚟到去寬恕、接納我哋，再幫我哋延伸住呢份嘅愛。特別喺呢個彎曲悖謬，好似黑暗勢力好猖獗嘅一個世代裏邊，就願基督嘅愛透過我哋嚟到去燃亮周圍嘅人，讓更多嘅人體會到基督你嗰份嘅恩典喺你嘅國度裏邊有一份。再感恩，垂聽我哋祈禱，奉主耶穌基督聖名而求，阿門。我哋跟住咧有家事報告。喺報告之先咧，亦都代表教會嚟到去歡迎各位弟兄姊妹，同埋今日第一次嚟到我哋教會一齊嚟到敬拜嘅新朋友。咁我手上有一位，咁我讀到你名嘅時候咧，可唔可以請你企起身，讓我哋有機會去認識你咧？一位係 Joseph Lim，Joseph 係喺呢度，歡迎你。有冇都係第一次嚟到我哋當中一齊敬拜嘅新朋友弟兄姊妹啊 ？OK， 我都係咁樣講，可能大家都係認識，但係唔係真係認識嘅。咁完咗之後有機會多啲去認識，好嘛？嗱，咁記得完咗崇拜之後咧，大家有一個配合嘅動作係咩？我哋咧一齊去 Explore， 繼續嚟到分享 ，OK？唔係就咁走咗去，我哋去 Explore 一齊同行，一齊去分享繼續有團契。咁另外咧就今日咧，我哋本來每一次咧都會有呢個嘅 live streaming。咁但係因為今日技術上嘅問題啦，所以今早如果喺家庭裏邊、喺屋企裏邊預備同我一齊嚟敬拜嘅話咧，咁就好抱歉嚇。咁但係咧嗰個嘅整個敬拜咧，都會下晝咧就 upload 翻上個我哋嘅網站裏邊嘅。咁所以如果有弟兄姊妹今日嚟唔到問你嘅話咧，你可以話翻俾佢聽係咁嘅情況。好，另外一個簡單都好重要嘅報告就係我哋其實已經開始咗咧喺呢度咧入嚟嘅時候有一個用我哋嘅 Evento 啦嚟到去做一個嘅登記嘅。咁咧就請大家嚟到嘅時候喺外邊咁咧就去即係我哋嘅弟兄姊妹咧就幫你去做呢個嘅記錄㗎啦。得唔得？我大家一齊繼續嚟到去熟習一個嘅模式，以至可以能夠係更加嘅知道點樣嚟到去牧養眾弟兄姊妹，整個羣體。好，讓我一齊起立，我哋去領受差遣。親愛主耶穌，我哋多謝你，你願意愛我哋，幫助我哋，差遣我哋。再正如當日主啊，你去差遣摩西嘅時候，摩西佢話：主啊，你若不與佢同去，佢唔敢去。但我感恩，因為主啊，你應許話，當我哋願意去嘅時候，你就必與我哋同在。主啊，求恩主使用我哋每一位嚟到去成為明亮嘅燈台，照耀周圍嘅人，照耀一個需要主嘅世代。但願主耶穌基督嘅恩惠、父上帝嘅慈愛、聖靈嘅感動，常與你們眾人同在，從今直到永遠。阿門。大家請坐，默禱之後散會。